合报道。教育部举办头一届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，伫昨昏举办颁奖典礼，加共有表扬3个个人甲2组团体，嘛希望鼓励更较侪人来投入这项工作。为着要表扬对本土教育推展有贡献的个人甲团体，教育部头一摆举办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颁奖典礼，隆重选出3个个人奖甲2组团体奖。20多年来，一直咧推广歌仔戏文化的黄美静老师表示，台语文甲歌仔戏的关系真密，传承歌仔戏嘛是咧传承台语。我感觉讲即摆囡仔就是讲，他可能较多元，就是台语拢讲袂练转，会使借着咱学歌仔戏，不管是那个诗词或者是一般的那个对话，拢会使有帮助。另外，嘛是摕到个人奖的文书工作者何文贤，伊长期伫台北市文山区做文书保存的工作。伊认为民间的力量真大，文书保存需要靠正人的力量。对文化保存的东西，民间的力量很大。那很多都是本来要拆掉，但是透过民间的力量，它把它保留下来。大概你现在说有价值的东西要拆都拆不了了。那很多就是因为民间有倡议。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实施了后，政府有投入资源，让本土语言、本土教育嘛豆豆受到重视。那教育部长希望，唔那是本土语言的发展，嘛爱落实本土教育。不止在语言的这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哈。那本土教育涵盖面更广，汉字、落土在会烂，在会团吼。除了个人奖以外，屏东县青山国小甲嘉义市三省国小这2间学校，拢是甲本土环境教育加入课程内底，让学生会当认捌乡土甲族群、甲文化定根。2间学校拢摕到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团体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